起的时候都聊些什么呀？没聊什么。你肯定说点什么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在背后说我什么坏话了，在控诉我？没控诉你。行，我告诉你，爸说想让咱俩复婚。爸，真这么说了？嗯。那你怎么想的？你怎么想的？丁婉，如果当初我们俩有孩子的话，就不会离婚了，对吗？看你现在的样子，我觉得是的。你也知道，我是特别讨厌孩子的时候，我觉得孩子真是挺麻烦的。可是自从跟毛毛接触以后，我觉得真的改变很大。我认为孩子就是老天给夫妻的一个礼物，而且是给男人和女人重新成长的一个机会。我甚至认为，孩子可以把夫妻断的线重新连接起来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？我当然有了。不行，毛毛还在家呢。妈妈，看动画片呢。我吃个行吗？妈妈，你看你嘴上吃的全是那个小渣渣。看吧。哎，张师傅啊，是这样的，我朋友呢，那个咖啡馆呢，想交给我帮他经营一下，特别的感谢你。我还说呢，我们聚一下。今天晚上，行啊，就今天晚上，啊，行行，哎，对吧？出租司机张师傅约我今天晚上聚一下。那去吧。那毛毛的饭我做，你学习我管。毛毛，看完这个以后，晚功课别忘了，好？乖乖的啊。他打过来的。喂，怎么这么晚才给人家打电话呢？小妈妈，我是毛毛。毛毛，怎么啦？啊？好，妈妈知道了，妈马上就回去。你可要叮嘱他们哦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立刻给我打电话，听到没有？抽什么风啊呀？冰冰无耻！谁呀？还有谁呀？丁曼呗。怎么了他又？他趁我不在，跟漫天野那个哪个呀？呀，就是那个。
原来是夫妻，那个不挺正常的吗？不行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赶紧的买单送我回去。哎，等会儿我还有块肉没吃完呢。别吃了，快点！哎呦，行行行行。宝宝，开饭了啊！姐姐妈妈，你回来啦！毛毛，你爸爸呢？他走了，什么时候走的？刚走没多久啊。挺会躲啊。那你弟妹阿姨呢？在厨房呢。丁曼姐，做饭呢？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跟朋友出去吃饭了吗？提前回来了。我要不早点回来，还不知道这家能发生什么事儿，这个画面。宝宝，开饭啊！大妈妈，你能不能把饭端到这里吃啊？好，今天大妈妈就答应你啊。来，吃饭了啊！哎，小夏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啊？我已经吃过了。妈妈，吃的这个鸡肉你最喜欢吃的啊？好好好，先吃饭啊。你吃这个，多吃点肉啊。毛毛，这个有什么好看的呀？小象妈妈，给你看个更好玩的。好，你还记得我们的家庭小电影吗？记得。好久都没有看了是吧？是啊。丁曼姐也没有看过吧？难道今天大家都没事儿？我们一起翻来看一看。嗯。丁曼姐，你肯定不知道吧？大叔胆儿特别小，什么都不敢做。我拉着他去，他都不敢去。现在这叫踢爆剧。每次我拉着他去啊，他都还不去呢。小馋猫，你最爱吃了，来吧。哎，我不要。哎，是那个时候我们真好吧？丁曼姐你都不知道啊，大叔做饭可好吃了，当时我们都傻了，还以为他不会做饭呢。你记得吗？当时你在下边看我呢，不也使劲找手机了吗？嗯，记得。哎，曼姐，你不看了？
你妈还睡着呢。什么事儿？这家里没办法做早餐了。我没买早餐，你带毛毛出去吃吧。你没事吧？要不一会儿我给你送点回来。不用了。走吧。哎，小佳，我问你啊，昨天晚上没吵没闹吧？没有啊，挺好的啊。毛毛，他们吵架了吗？没有。这就奇怪了，你说，我怎么发觉他情绪特别不好呢？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可能受什么刺激吧。吃早饭去喽！丁曼，那我们先走了啊。奇怪。我们3个是一家人，我们都住在一起很久了，很有默契了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的。我爱大叔，我不希望你来插足我们之间的感情。如果你租这个房子是为了要跟他复婚的话，我劝你还是早点打消这个念头吧。